存好心，说好话，做好事，三好。有南华大学的星云大师创办的，另外还有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都很有名的。自己架设的网站，这个网址要进去为什么这么难？自己架设的网站，网址要进去为什么会这么困难？是不是被挡住了？还是这个黄毒软体设定被限制了？在自己的电脑都可以用，怎么用手机的要连接都没有办法。所以请到非是不可，请到非是不可下载。非是不可下载。现在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台湾公庙寺影像记录，2012到2017年相簿分享的网址，那非是不可去。那非是不可，可以下载相簿哎。要登入哦，登入才有办法。照道理是没有Facebook 账号的，也可以连到那个相簿了。原来只是看一点点而已。要浏览更多相簿就要登入了。要这样一登入呢，可以连到影片呢，连到 YouTube 网络电视台，然后看播放清单。这整个播放清单几千部的影片呢，看整个播放清单。有几千部影片呢，有1000多部，有2000多部的影片播放清单。2012到2017年累积的。
2018年的8月23、24都有下大雨了。新营盐水、柳营啊、白河啊、麻豆很多，好多地方，台南市好多地方都积水、淹水，积水淹水1000户淹水。新营乐利街这边呢也有淹水。23号晚上淹，24号上午也有淹水。白河的淹水淹到1楼。新营往柳营的桥，虹桥啊，积水溪水面很高诶，距离桥面很近诶，快到自来水大管了。自来水管的那个很粗的管，快淹到了。8月25中央普渡的雨停了，据说下个礼拜1到礼拜4还要再下很大的雨。西南气流造成的雨竟然这么大，不是台风。桃园有一名警察和妻子结婚20年了，上个礼拜和妻子散步的时候，竟然邀交到了一名家训班的女教练晃绳从后方来撞倒，救护之后心脏不适。后来的女教练说，可能是感冒药上药。又下雨了。本来看到雨停了，怎么又在下雨了？下毛毛雨，比较没有那么大了。很多的农作物可能要受损了。